刚德为明日孕育领导力，咱请郑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伫一年的第一摆礼拜日，咱的教会用圣餐来开始，愿主填满恁生命的杯。但是咱守圣餐的时，咱感谢咱的主耶稣。你若感觉伫旧年中间你有欠缺，你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。伫一年新的第一个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守圣餐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我的日食，今仔日互我。愿主通过这个圣餐的饼，互恁得到丰盛的人生、满足的人生。主不但互咱领受伊的活命，互咱伫大方面顶教育。昨下查经是读箴言第10章，也即恁若无来的人，牧师甲恁分享，嘛鼓励恁，恁就会家己读。因为迄个中间咧讲义人，伊讲义人的产业，上帝祝福。所以箴言10章内底咧讲起，主题是咧讲起对上帝的人，义人。然后伫迄个中间第2个主题就是上帝的祝福。也即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讲的人、听的人，咱拢得到上帝对天里面顶悬所想事，甲咱有比的。恁会记得圣经安尼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比的。恁会记即台圣经站嘛？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嘛想袂到。愿主照伊信息的话，将伊丰盛的恩典放伫咱的中间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耶和华，阮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愿伫你的圣殿，就是阮生命灵魂的家庭，阮来寻求你。主，你伫旷野中间为着以色列的百姓享受吗哪。主耶稣，你为着人的邀歌，你讲人咬喙胆，毋是因为无饼通食，你破除你家己，你讲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祝福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承接上帝你祝福的礼拜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主阮愿你摆在阮的心中的祭坛，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生命内底，互阮的心火热，至圣的天父上帝养持阮，装备阮，互阮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。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恳求，求祝福阮伫这个世间，无互人看轻你的名，反倒当人要讲，因信靠上帝的人，大大有关联。所以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陪伴咱的教会青年大汉的这个年月的内底，牧师今仔日所要讲的讲道，其实甲每一个青年拢有关系。牧师看恁安怎来准备暑期的夏令营，我嘛看这个大汉的，亲像怡真，亲像汉伟、汉林、汉斌，我嘛看过安陆。我看恁安怎伫即个暑期的青年的活动来训练这弟弟妹妹，牧师有一个感动，牧师替恁祈祷，愿恁成做一个大大有影响力的人。恁会记得即句话？愿咱成做一个毋是领导教会的基督徒拿定，咱成做一个有影响即个世界能力的基督徒。在座中间，我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得到恁的帮赞，甲恁同工。愿主纪念恁，这31年来，咱的教会中间，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，上帝讲，我为着我家己设立一个尽忠的祭司。上帝祝福恁，会当甲恁做同工，得到恁的帮赞。这是我伫牧会顶悬真大的祝福甲快乐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，这是我邀请恁
咱来为着咱的使命，真做更较有大影响力的基督徒。我要多谢今仔日书会的庄老师，伊真有备办今仔日，伊的讲道真感动我。愿你的祈祷，伊的祈祷真感动我。庄老师，愿你家己所带领这祈祷，回过头来祝福恁的家庭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一种的心中的渴望？你真做一个大大影响力的人。今仔圣经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咱来羡慕善功，意思就是讲，羡慕伫我的人生中间，我手所做的工无空空，而且我的手会当成就一种有价值的工作。这是牧师邀请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做上帝真正的工人，毋是干那中级。所有基督徒拢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为着明仔载，为着将来，咱真做有影响力的人，咱伫主的面前谦卑、敬虔、心中祈祷。圣经咧讲的领导，甲属灵的领导者、领袖，甲这个世间咧讲的领袖无共款。所以，恁爱认真读圣经，爱问上帝讲，什么是圣经中间咧讲的领袖？圣经所讲的领导，以简单的意思就是有影响力。所以，古伦神父写一本册讲，领导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。教会上帝所设立的父母，就是要影响恁的囡仔。上帝所设立的牧者甲中级，嘛是要拥有上帝的羊群。上帝给我一个真清楚的要求，对我对新人院毕业的第一天来到德堂，上帝给我知影，我毋是干那要做德堂教会牧师，我嘛应该是德堂人的牧师，恁同意吗？所以你毋是德堂教会的基督徒，你嘛应该是德堂乡的基督徒，恁同意吗？哇！牧师，恁拢阿免，你家己说无阿免。第二个上帝给我的一个要求就是，我毋是干那做德堂教会牧师，我是全台湾所有的长老教会牧师中的一个牧师，所以我嘛是全台湾教会牧师。阿免吗？所以德堂教会毋是干那德堂教会，这是牧师邀请恁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向前的一个目标，求天父上帝设立这间教会，才做有影响力的教会。虽然咱的地点是伫德堂，咱是一个小小的草地教会，但是毋通看见家己，因为咱要代替上帝影响台湾，咱要用安怎来做影响力？愿天父上帝常常对恁讲话，我嘛要鼓励中级也好，这大汉的青年也好，特别足细汉的这青年，咱每一个人拢学习成为领袖，而且是耶稣所敬的，要翻转这个世间，要领导这个世间。伫黑暗的世代发出光，伫弯巧背逆的世代，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的基督徒，这就是今仔日祈祷的主题，甲咱对圣经所领受的准题。或者你确保你的人生手所做无空空嘛？愿咱伫主的面前安尼勇敢祈祷，贪心祈祷，大胆祈祷，咱甲主讲。主，我的人生不要空空，我要做一个领导者，但是一个奴仆，有影响力的，是用牺牲、用十字架来改变这个世间对一个领导者的定义。这个世间真侪人是用嘴领导，
但是基督徒影响世间，毋是用你的喙唇，是用上帝圣神所带来迄个权柄、信仰的开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恁，祝福咱在座，特别恁的囡仔，将来互恁骄傲。愿因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爱用这句讲阿们。主啊，我羡慕你带我来到这个世间。主，你带我到这个世间，有一项代志是无其他的人会当，第二个人会当做，是干那我，是独独你为着我所做的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毋通犹豫。咱来到这个世间，一定有一项代志，是连你的父母、连你的亲人、连你的老师、连任何一个人，拢无法度代替你做。是上帝为着以家己的名，以拣选你，以赏赐你，互你要成就上帝美好的工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今年咱的教会要搁改选新的中心。我要甲遮爱的过去，甲我同工的中职，甲恁说多谢。当咱真欠亏时，咱彼此不离不弃。咱的中职甲牧师，无一个人打退堂鼓。愿主祝福恁，但是今仔日牧师毋是要甲恁对恁的服侍有啥物意见，毋是。牧师要为恁祈祷。互恁更较好，正做上帝手中荣耀的器具。保罗咧教伊的学生提摩太，伊讲：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神贵重的器皿。人若伫这个世间的生活分别做成，脱离卑贱的事，有属灵的眼光，有上帝心意的计划。看见上帝异象，伊要成做上帝所使用贵重的器具。主纪念恁所流的汗，牧师要甲恁提醒：恁每一个人，拢是上帝所拣选的祭司，毋是干那中职，包括遮的青年。有一日，恁要对中职的手中接过一支神圣的十字架。这就是使命。牧师第一个对恁的分享提醒，要成为有担当的基督徒。阿姐，咱的肩胛头是要背十字架，但是更要紧，咱的肩胛头是要背台湾的将来。阿姐，佮讲一摆好无？咱的肩胛头，灵魂的肩胛头。是要派主耶稣所交代咱的十字架，但是更加要紧，这间教会，伊是要派台湾的将来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一个口号。恁敢相信，这间教会要影响台湾基督教的教会？相信无相信？咱拢做伙祈祷，咱甲上帝讨。主理的教会，拢是有影响力的教会。求天父上帝，我恁讲做有担当的年轻人，无肩胛头的人，无法度成就上帝美妙伊的计划。但是牧师要甲恁讲，7项做上帝设立的领导者，恁会当对今仔开始去问，圣经安怎咧讲起真个受上帝重用的人？伊敢应该有某一种特质、魅力，这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，属灵的领导者所应该有的品格，甲伊特殊的生命的特质。求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一个先行者。今仔日的圣经讲，我设立你，成做忠实的祭司。伊要行伫，你要行伫啥物人？我所抹油的面前，上帝真中的罗卜祭司中职，以及每一个基督徒，
咱就是这个世间人的先行者。今日头前的人，领导者，领导者伊的意思就是你今日头前人来看到你，就知影方向；你今日头前人来看到你，就知影生活的态度、生活的方式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要真做一个有影响力、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听牧师的祈祷，嘛听恁的祈祷。既然对心中回应讲主啊，我需要的人，愿主对天灵拍开天窗，将伊的恩典祝福赏赐予恁。主甲咱三个地点，今仔日的圣经特别是提摩太3章2节，第1节到第5节，那会当恁就会一句一句读，因为牧师遮尔短的讲道的时间，真困难，每一句拢解说，因为讲道甲查经无共款。查经我会当用较长的时间，但是伫讲道的中间有时，我只有甲恁讲原则性、甲观念态度的提醒。伫这个所在咧讲，做一个属灵的领导者、监督，这个监督这个职，就正做圣经中间设立中级的开始。意思就是一个教会的头人。伊受竞选的条件，毋是学历，毋是高趁钱，毋是奉献者，有必然一寡条件，就是伊伫正人的中间，叫做生命的见证。所以基本上，上帝经伊的工人，伊首先伊真要紧，伊讲，伊是一个无通嫌。换一句话，伊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愿牧师用大道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的生命是一个完美的生命，是一个美善的生命。既然靠无伫上帝的面前为着家己的软弱祈祷的人，恁要得胜。意思就是你看到你的欠缺，你感觉你的性情，你感觉有真多的软弱。你感觉有真多诶，这种诶困迫，你大胆伫做面前讲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所有诶改变对我开始，家己开始。今仔圣经咧讲领导诶改变，对什么所在开始？对家己。所以，既然羡慕上帝互你诶机会，既然上帝将一个真尊贵诶职分为你备办诶进程。咱需要首先备办咱家己，有做中级无做中级，毋是上重要；有做中会议长无做中会议长，嘛毋是上重要。甚至有做总会总干事甲总会议长，嘛毋是上重要。上重要就是做家己，做真实的基督徒。主甲咱三个弟弟。互咱无通嫌，只会我读过就好，但是恁毋是读听就好，请恁爱想。伊讲一个受上帝所拣选的监督，伊伫婚姻的顶端爱信息。我需要甲恁鼓励，查甫囡仔爱有担当，就是你既然来决定要建立一个家庭，好男人不让女人哭泣，这毋是圣经的话啦。好女人也让她的先生心中有幸福。兄弟姊妹，婚姻是上帝的地上的爱的乐行，所以基督徒对婚姻的主张，甲世间无共款。人爱有节制，人爱有持守。持守这个字真特别，伊咧讲起就是互人尊重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恁真多人尊重人的朋友的朋友，阁有慷慨，愿意甲人分享。圣经讲乐意接待出外人，好的爸爸妈妈需要，会要教囝。圣经中间今仔所读的撒母耳，
其实，恁若对第1章读到第5章，恁有一个足大的感触。受上帝重用的以利，栽培一个真要紧的以色列人啊，先知叫做撒母耳，却是可怜。伊有法度造就撒母耳，但是却不要教伊的囝归类，足可怜呢。以利是一个大先知，但是伊的囝落尾互上帝谴责、歹死，真正是死于非命。家己的囝歹教，真侪老师拢有这种的感触啊！我伫学校内底，我有影响力，但是我的囡仔无拄拄好教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毋是囡仔，毋是歹教，若有上帝的同在，有圣经的话，有信心，你的囡仔好教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礼拜，静心安静读今仔日这段的圣经。上帝将这种教育的权柄赏赐予在座的中级，赏赐予在座的爸爸妈妈，互恁对恁的囡仔有影响力，爱有节制，啉酒毋通惹代志，无暴力，无用拳头赢过别人，是用品格、用听来引导别人对你的尊重。会出脚出手的人，其实基本上心理上是一个无健康、无自信的人。伊对将来的影响力无把握，咱才会采取这种方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上帝的听，因为若有耶稣的听，咱的温柔，咱就无计较输赢，咱嘛无计较这个世间的利益。什么种好嘢，什么种欠缺，对咱拢留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准备咱家己。我真爱提摩太后书2章1节，保罗甲提摩太讲的，你要预备自己，因为将来若有一个大的使命，将来若有一个真水尊贵的计划机会要来，我准备我家己。有一个比喻咧讲起冲浪的人，我家己不晓冲浪，但是我看过一个文章，伊咧讲起一个真够冲浪的人，伊拢咧听候一个真特别的大鹰来。迄个鹰有危险有惊吓，但是伊专心听候，就亲像人咧听候一个机会。兄弟姊妹，伫信、愿望甲真爱中间，咱嘛咧听候一个机会。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每一摆礼拜祝福我，主伫每一摆我安静读圣经的时，你教示我；主伫我每一摆跪落来祈祷的时，你听我祈祷。一礼拜看年祷告会。有真侪兄弟姊妹不约而同拢咧讲伊，伫旧年因经历着祈祷，迄种的上帝的帮助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开始准备咱家己，洗清气。真大的圣经无完整，恁倒去看，因为我将重点摕出来，但是这重点真要叫一句话，就是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我甲伊摕掉。但是我要目的要讲起，咱安怎准备家己？伊讲人若清起家己脱离逼真的事，一句足粗鲁的话，讲狗改不了吃啥。人生中间有真侪时阵，咱追求迄个空虚的逼真的代志，较超过尊贵的代志。但是咱毋知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。上帝准备恁，将来要成做伊手中贵重的器具，无一个人例外，好无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个礼拜，改变对家己开始，管理嘛对家己开始。圣经讲，你若不要管理你的家庭，你要安怎管理上帝教会？介简单来讲，咱若无法度约束咱的情绪，
咱若无法度约束咱的感情，咱若无法度约束咱的情欲，咱若无法度约束咱的欲望，咱要怎样成就上帝所托付咱的圣洁尊贵的大代志？改变对咱开始，改变对牧师开始，改变对中级开始，改变对父母开始，改变对恁家己开始。愿天父上帝伫2020年，也即得偌久进前，咱做伙咧祈祷讲，千禧年，公元2000年，恁会记还有迄个印象无？忽然一个啊尔，20年就过去啊呢。今年已经到千禧年的2020年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带，互咱好好管理上帝所交代咱，做好的管家。唔通看轻小代志，因为伫小事情中的人，上帝要重用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这个礼拜，咱承受一个新的影响力，咱对家己的生命开始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互恁管理恁的家庭，用端庄，互恁囡仔尊重恁，因为因尊重上帝，一个要敬畏上帝的人，伊就要尊重伊身边的人。我用尊重，不是用尊敬。一个有上帝圣洁的画面的人，伊面对任何的人，伊的生命拢无有一种的看轻的态度。兄弟姊妹，听带来尊重，愿天父上帝，互你的生命中间，对任何卑微的人、弱势者、你讨厌的人，你都唔甘用羞辱性的言语、用侮辱性的态度、伤害性的行为去面对，你感觉伊真讨厌，唔是因为伊需要你尊重，是因为你知影上帝尊重你，所以你愿意因为尊重上帝的缘故，你尊重你身边的任何人，也这就是影响力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。今仔圣经两段，撒母耳上下卷以及提摩太前书后书，这两个真要紧的作者，拢是一个会要传授养育后一代生命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恁，互恁无以利的遗憾，但是有以利养育撒母耳迄种的影响的权柄。你若确保，愿主听你的祈祷，祝福咱的教会，才做影响咱的教会，也设立咱的中心，真做有影响咱的中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一个愿意伫一生中间无空空的人，上少要有两项的开始。第一项开始敬畏上帝，第二欢喜互上帝改变。也这你若愿意，真做有影响的人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试看卖，当你将上帝摆伫你生命中间上重要的位置的时，上帝嘛要抱你坐伫伊的身边的大位。啊，这你听有无？当你伫生命中间，所以代表讲，我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。代表将上帝摆伫伊生命中间第一要紧，伊一生的幸福讲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主听咱呢，所以领导者基督徒甲世间的领导者无共款，绝对无共款。世间的领导者是讲得胜，要赢过别人，竞争要赚大钱，但是圣经内底咧讲的领导者，毋是，是咧讲去牺牲服侍对人的分享。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，见老人要做我的学生，就爱伫伊的十字架，举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愿主甲咱三合地带，
第二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嘛要鼓励这些青年。做爸爸妈妈的人，爱为你的囡仔将来有好的影响力、品格、策略的能力、做代志的能力。你爱为伊做祈祷，但是更较要紧，你爱将伊摆伫上帝手中，亲像保罗，亲像以利，造就撒母耳，造就提摩太。愿天父上帝好，在座的青年，这是牧师为着恁今仔日的礼拜，这个讲道的题目是为恁敬的，因为牧师期待恁不做奴才，要做将才。不是牧师讲的话，恁就照安尼做，就是服从顺服，不是。恁要成做一个有主张、有影响力，但是敬畏上帝的青年。无论恁爸爸妈妈的主张安怎，无论牧师的主张安怎，独到恁只有问一项：上帝，你的主张安怎？愿主互恁成做将才，因为这是得等教会需要的。兄弟姊妹，有影响的人唔免坐，那一大堆无影响力的人坐甲满，不如12个有影响力的人。主甲咱三个伫地。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咱的人生，咱的教会是一个什么种的教会？也即你认为？即个月我听到2摆有人讲，牧师，我感觉咱的教会咧讲的想法，甲我所拄到的隔壁教会的中心，伊的主张，较足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恁愿意接受什么种的话？恁就参照什么？恁就成做什么种的主张的人？恁免接受牧师的主张，但是恁爱思考圣经的原则、圣经的价值观念、圣经的真道，唔免惊甲人无共款，因为这个世间有真多似是而非的代志。主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尊叹伊的话。互咱拥有明仔教会领导者，兄弟姊妹，你若心无为主做工，要做牛，毋免惊无人通拖啦。如果我伫这个教会内底无工课人做，因为做这工课拢人做了，兄弟姊妹是吗？恁有几摆来做礼拜，看到这个厝顶有地图师？有什么人捌主动举扫帚、天花板的扫帚来拉咱的天花板的地图师？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拢有能力、有机会通贡献。咱的教会毋是无工课通做，只惊咱无愿意做牛来拖累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好不好？咱来做伙来建立一间有生命的教会。你毋免伫咧看天花板啦，因为地图师毋是上重要。你若咧看天花板，是咧看天使，甲看上帝。阿免啦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常常看到水。饲囡仔是一项足神圣的代志，栽培正直的囡仔，更较是心中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爱栽培咱的囡仔是会当明白是非，毋是这个世间的流行讲啥就讲啥呀。即摆时代的囡仔真够对网红啊，都家己做网红，毋当互人对咧拖咧行，对网红的脚车片后壁卡做，对后壁咧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青年者做有领导者、有领导能力的青年。你若羡慕三讲，牧师甲恁讲，对今仔开始，恁来做3项的功课。这是犹大书圣经的新约最后的第2本，启示录搁了，最后一本是启示录。启示录头前叫做犹大书，伊讲到灵修的3个真要紧的工作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就是查经、读圣经、灵修。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讲，恁会当用网络。卖一年的这个
网络的读经，伊会教互你，读经拢会教互你。有人已经开始，无论你用心中的查经表拢不要紧，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。若无上帝的话，你就无法度成做一个有主张的心思意念正直的基督徒。无读圣经的基督徒真困难，伫伊思想顶端成为深思熟虑的基督徒。自首吼，读落咱读个提摩太2章第3章的第3节，伊咧讲起，诚做家己会当持守的人，迄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诚做深思熟虑，有主张啦。求天父上帝，你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帮助，我讲读一摆。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，就是读圣经甲祈祷的操练。最后无计较，是我靠上帝的怜悯。主啊，若毋是你，我无法度得胜。主若毋是你，我做袂来。甲上帝同行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最后无需要甲恁分享甲提醒，恁若毋望会当成做一个领导者，甚至将来伫上帝所拣选、上帝设立的，成做教会中职，恁还会记得？恁还有生命的改变，咱还有生命的改变。一个好的领导者，这是企业界咧讲的话，毋是我咧讲的话。企业界咧讲企业管理甲领导管理，伊就足济。恁伫网络顶管，你会当读着足济文章。即礼拜牧师寄2篇互恁啊，迄2篇文章袂歹，恁会使读。伫咱的赖的族群内底，伊咧讲起，真正的领导者都是具备有某一种魅力。伊讲领导者是一个具备有罕见特质的人，恁敢同意？其实恁交陪应受伫社会，其实我相信恁有看过一寡，互恁感觉，这个人真power，真有影响力，伊就特质。说不出所以然来，但是你也感觉讲，有某一种的魅力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文书啦。英语咧讲有领导魅力的人，伊用迄个字叫做 charisma， 伊是对希腊古来圣经内底咧讲的文书。文书是上帝互咱的，你若讲伊诚做有影响力的人，你毋免讨。你只要清起你的心，时间若到，上帝知影，你正直，你实在，你谦卑，上帝自然会将一种的生命的特质赏赐你。你不要开车之前，唔通叫你的爸爸买车互你，因为你也无能力通驾驭那一个大的挑战。但是，一旦一个人若准备好势，上帝要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属灵的恩赐 charisma 就放伫你的生命中。上明显的一个人就是所罗门，伊为着伊的积分会当做好，伊无求好业甲富贵。当伊祈祷伊的使命有能力通完成的时，上帝讲：连你无求的，我嘛拢互你。现在这句话嘛是上帝甲咱讲的，你相信吗？准备你家己，然后上帝就要做工。教会领导者甲社会领导者无同款，教会领导者甲社会的社团的领导者嘛无同款。我知影恁当中敢有真侪人，拢伫社会的社团拢有影响力啦，嘛拢有参与过的经验。但现在你敢有同意？伫教会内底的领导者甲社团的领导者，应该是无同款。伫人生观、伫价值观、伫使命、伫品格、伫态度，老师无真侪时间能解说这个，但是我会甲伊放伫咱的讲道录影的内底，迄个节录。老师会将这几点，恁会当反复，恁无一定爱去听迄个讲道的录音，搁再听。当然，恁若要听牧师就欢喜，因为敢若听一摆讲道真困难，诚做你属于你家己的想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有什么种的特质？伊讲
需要完美。伫这个所在，牧师讲7项，因为时间已经超过长啊，所以牧师要甲恁讲7项，然后恁对于用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这种的，恁对家己这7项，恁搁再想，恁家己去解说。第一，基督徒需要有敬畏上帝的心；第二，要有好心。有真侪人作歹心。什么叫做好心？什么叫歹心？恁家己去解说。做基督徒领导者需要有正直的心，正直做任何代志正直、实在、诚实。第三、第四，做上帝所拣选的工人，伊需要有方向感，伊对真侪代志无绝望，伊对上帝的真道有主张，所以伊对家己的人生的方向足清楚。第5项，做上帝所拣选的工人，需要品格，意思就是圣经生活化，生活圣经化。第6，有肩胛头，伊愿意负担教会的责任，伊愿意负担教会的工作。任何大大小小的代志，毋是为着要互人看来做，是因为主啊，这是你的家庭，我是为你做。有担当是一个查甫人成功的秘诀啊！无担当的人，真困难成就大事，提来提去，闪来闪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，真智慧，真正的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这个礼拜，伊的圣神对你讲话。咱当心来祈祷，求主你来充满每一个阮的囡仔，主求你的圣神大大充满阮的中心，主求你的圣神充满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，主将属灵的恩赐赏赐互阮。主，阮毋是为着真侪有影响力的教会来祈祷，乃是为着这个世间要有真侪人性命要过来恳求你垂听阮。主，互阮做你的奴仆，较重要超过做教会领导者。主，用你对阮讲的话来改变阮的价值。阮伫你面前当心祈祷，华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